今仔跳高水的舞为浙江的记者会做开场，伦培乡伫咧罗水溪南岸水源丰富，离港面温差大，天然的条件真好，才当种出遮尔好食的香香花，所以当年拢会举办香香花节。啊，那伦培当时嘛是台湾牛奶的重要产地。我们要办洋香花节，伊是咧个有迄个路跑。 一直建造啦吼。伦培厂香香花面积大约是115公顷，甜度会当达到18度，受到市场真大肯定。今年的寒甲以往的寒拢无啥共，因为以往的寒伊是寒，伊日时吼也阁有日头，今年根本就无啥日头啦。为着鼓励消费者支持在地的农业，欢迎民众大家到来参与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